我带阮内底吼，叫一位成员吼，来办这个茶壶诶联展吼，最主要就是要带囡仔伊出来多曝光，互人知影讲因做茶壶嘛是有这个手艺啦，所以我台中拄敢若剩这个葫芦墩遮无来做一个展示即届拄好葫芦墩互咱这个机会我嘛足欢喜，带阮我本身是原中人，较早我是做土水的，改道来做官大家嘛是感觉不可思议因为做官第一讲在嘛是有一个成就感啦，嘛是我的兴趣啦，所以我这摆就是带囡仔出来，后摆就是传承下去，互阮囡仔后摆伊做茶壶，我嘛会传授互因的技法我传授互因，后摆创作一条龙。咱的台湾的迄个民俗的语言就是讲有丰收，丰收就是丰益，就是代表丰收。这边药鱼，这个茶壶就是有福分，有福分的对啦，就用这茶壶来用会增添我们个人的福分，福分安尼感觉逐工来咧泡茶逐工有茶壶，茶壶有鱼，丰收有鱼迄种心情真的上身的。真感觉真欢喜的迄种。咱这个底咱是双层的，底咱嘛是双层的，所以咱连接点一只，做好扭起来，咱即马这支管的茶壶的连接点一只，所以等于讲上下连接。即马上重要，这个地壶上重要，较失败的就是就这个双层的盖子，这个挂，过来就是茶壶，茶壶这咱咧连接一定要足注意的，若无注意的伊就是从这里漏水。
会摇咧，因为伊双定的甲一般咱单定的伊的收缩比不一样。单定的伊收缩比较均匀，双定的伊收缩比有一些比例不一样，所以双定的失败率，以阮来做是足悬的。这把的话是双层镂空雕刻。那因为这把在做的时候，我爸他有针对它的壶嘴、壶把、壶盖
甚至是猪，然后再加上这一把的因为这把造型是山猪，那它每个角的话也都是做镂空造型，所以这把在刻的时候，它是等于是整把全镂空。然后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就要根据它的特性，然后去设计我们在雕刻的时候哪一些洞要怎么样留，会让它比较具有它的那个表现出它那个价值出来。雕刻的部分，它比较难的就是在刻侧把的时候，因为我们平常刻的时候，姿势还是什么都会不一样，然后再加上我们刻完要刻侧把的时候，其实在拿的时候，因为重心不稳，所以它有时候在刻的时候就会因为拿的重像这样拿，我们要刻下面的时候，这样拿久的话，这个姿势其实手会很酸，会很不舒服。对，然后它最容易失败的也是侧把。